近年非常流行嘅奶油風，講求柔和溫暖感。絲滑簡約嘅線條同低飽和度嘅用色。呢個超過800幾尺嘅單位，原則係3房連儲物房間隔，而家改成2間大房。戶主一家3口希望以奶油風打造一個溫馨舒適嘅家。首個要求就係要光猛同有空間感。入到門口咧，就有一個鞋櫃嘅，鞋櫃都係以弧形為主嘅，對應翻對面有個叫做拱門嘅卡座。客廳露台位以大型嘅拱門為主，感覺上比較自然啲嘅。然之後 TV 櫃嘅弧形設計對應翻對面嗰個鋼琴位嘅，所以全部好似好 warm 嘅感覺。純白色嘅客廳天花以弧形設計為主，並且以射燈代替單一嘅主燈，光線更加均勻，營造視覺上空間更加大。設計師話，戶主對地板嘅選材相當有要求，希望襟睇之餘，亦都要有功能性。咁之前我哋建議可能係普通嘅地磚啊，或者係實木地板啊，纖維嘅木地板，佢個材質方面咧比較暖啲嘅，就唔似瓷磚咁冷。咁啊，因為戶主有小朋友喺度啦，所以驚佢嗰個地板啊會凍身，同埋喺做安裝嗰個木地板之前，亦都希望對翻啲紋路，去做翻承托翻嗰個對應翻嘅木材嘅效果。設計師亦都利用顏色同材質擴闊咗走廊嘅空間感，一邊係白色牆身，另一邊就係木材牆身飾面。戶主希望仔仔有更加大嘅成長空間，所以將2間睡房打通，同時採用弧形嘅設計，營造翻溫馨和諧嘅感覺。主人房同埋小朋友房之間做一個暗門嘅，所以戶主都希望係留意翻小朋友嘅健康啦，或者係情況嘅。成間屋嘅主題都係以弧形為主，可能有內弧形啊，或者外弧形。始終都係小朋友細個，所以驚撞到啊，咁就唔做任何嘅一個尖角位置。主人房嘅天花亦都採用咗弧形設計，向上望就好似雙手擁抱嘅效果，加上以天空為靈感嘅藍白色調，令到房間變得療癒放鬆。開則佈局重新規劃。設計師將儲物房拆咗，然後將主人房嘅牆身向前推，擴大房間嘅空間。改成步入式衣櫃，通往套廁，大大增加單位嘅實用性。